如何喺60秒內降低你嘅電費賬單？一位瑞士工程師嘅發明登上國際頭條新聞，令香港電費賬單下降87%。來自日內瓦嘅電氣工程師瑞米發現香港電力公司多年來對家庭用戶過度收費。他設計咗一個簡易設備，可以自動消除呢種過度收費。消息一經傳播，就迅速走紅，令好多人每月節省幾千港元。三大電力公司提起訴訟，試圖禁止呢個設備，但瑞米唔讓步。他表示香港家庭應該享有同瑞士一樣公平嘅電價。呢個發現準屬偶然。瑞米探親時發現佢表襯住嘅小公寓電費高達500港元，係日內瓦同等用量嘅3倍。憑借專業知識，瑞米檢查咗佢嘅電氣系統，結果震驚。香港家庭被大量所謂嘅撞電污染，借繪令電表轉得更快，而家裏電器根本冇法利用呢部分電。在瑞士出現呢種情況會面臨巨額罰款，但喺香港，瑞米發現電力公司故意搵苦呢種現象，增加賬單60%到90%。我簡直唔敢相信，瑞米話呢完全係偷竊。於是瑞米喺酒店製造咗一個設備，可以過濾掉裝電，使電表唔再虛增。他表襯下個月電費降到50港元，用量冇變，電器都冇換，只係冇多修剪。消息傳開後，鄰居們要求瑞米幫佢哋做更多設備。當他返回日內瓦時，已收到超過500台訂單。此時，電力公司開始關注，並提起訴訟，聲稱瑞米嘅設備破壞電網穩定性，並禁止銷售。錄音曝光，一位高管話：如果每戶都有一台，我們會損失數十億。呢個設備叫鴨沃特，採用先進嘅特斯拉技術，穩定家庭用電。只需插入任何插座，綠燈亮起即表示工作。幾秒鐘立，它就淨化全屋嘅撞電，效果立竿見影。香港嘅張小姐電費從400港元降至40港元，黃先生6個月省下3000港元。安裝只需30秒，無需工具、電工或複雜設置。Optiwatt的用於1962年以後建造嘅住房，一台設備即可保護全家，每個插座、每台電器、每個房間。以下係電力公司唔想你知道嘅真相。鴨沃特並唔會減少用電量，只係阻止電力公司對無法使用嘅電過度收費。你享受同樣嘅舒適與便利，賬單變得公平合理。鴨沃特近在線銷售，電力公司成功禁止它進入沃爾瑪、加德堡和亞馬遜。但瑞米找到了法律漏洞，仍可以從瑞士直接向香港客戶發貨。問題是供貨有限。瑞米在日內瓦的工作坊每週只能生產1000台，已有超500人排隊訂購。當前訂單需要8至10週才能發貨，除非你今日預訂。瑞米為香港用戶提供與瑞士家庭相同嘅價格，但這一價格只保證24小時內有效，之後需求增長會導致漲價，加上180天保障。如果Optiwatt不能令電費賬單至少降70%，可全額退款，無需退貨，不問原因。瑞米本人承諾負責。電力公司正加班關閉瑞米網站，唔好俾電力公司繼續偷竊。加入5萬家香港用戶賬單下降80%嘅行列。現在就訂購Optiwatt，在你仲買得到的時候，點擊下方按鈕，將電費賬單降87%。